好，来继续来看是这个台铁局签刷到勤务的宿舍了后，为这个月开始，列车长唔免搁随车来进出到树林的调查站。但是嘛，因为安尼哦，所以这个列车长必须伫咧树林站拍伫咧涂骹，用手来开这个火车车厢的门。画面来现光，引起着各方的关心，所以台铁来决定改换由这个树林站的站务员跪伫咧涂骹来开门，即声换这站务员来反弹咯。啊，台铁产业工会是痛骂着台铁，甲人当作是戆眼头。车长抓着大包小包，搁爱规个人跪伫涂骹，用手直接甲列车的门拍开。开关开好了后，搁爱用手甲门拍开，每一个动作拢充满危险。虽然经过抗议，台铁决定改予树林站的站务员来开列车的门，不过却引起台铁产业工会不满。树林站员就是很反弹，然后我们工会也觉得说，你今天车长不去让车长不用跪下来开，可是你换一个人换成站员，他一样是跪下来开啊，你都不应该把搬动考克开关车门这个变成一个常态，因为它是紧急跟例外状况下在使用的东西。产业工会指出，4号透早因为站务员开门的时间伤长，所以佫改予列车长来开车门。不管外省问题拢无解决。产业工会希望台铁应该协调司机员，让列车长会使就车了后，再来开整体列车的门，或者是修改规章。这个阶段就赶快去做一个能够协调动作，不要再让员工去做趴下来开车这个动作。对产业工会提出改善方案，台铁透过声明表示，会继续协调相关单位合作，会用更高效率的方式，而且加入试办期间未来改善的项目，做试办期满了后检讨后续办法依据。短时间内恐惊无法度符合产业工会期待。